来看婚林西咧，最近有一个民众哦，伊伫面册互诈骗上百万去投资，加在最后钱是要互骗走。另外有一个住伫宜兰的查某人哦，伊伫网络找到一个投顾公司的头路，也毋过上班的头一日，公司就派去台中摕钱，后来伊才知影讲伊互骗去做车手，也毋过人已经互警方抓起来咯。 抓到内底地价抓票拢总100万，要转交予诈骗集团的人员，加赢要投资。来提钱的姓区的车手当场被警察抓起来，婚林西咧一个姓曾的受害者，因为伫面册看到出名人头上的投资广告，后来投资却互诈骗145万。互信可透过名人提供之资讯而获利，经加入通讯软体假投资群组，陆续以临柜面交的方式。 遭诈骗新台币145万元。警察讲，姓曾的受害者加入群组了后，听内底人的嘴买指定的股票，用临柜过数的方式汇钱，后来感觉唔对，就来报警察。组成专案小组，与被害人共同合作，佯装加码投资，诱骗并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。全案依诈欺、洗钱防治法移送侦办。 另外一个住伫宜兰姓郭的查某人，因为想要欠钱，要租予老母带，最近伫咧网络求职，去投顾公司做专员。上班的第一天，就互派去台中收钱，煞唔知影讲家己正做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嘛互警察当场抓起来。虽然姓郭查某人真后悔，不过专案是依照违反诈欺、洗钱防治法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